等到接近1年時間，日本央行終於再次加息。與此同時美元對日元嘅匯價升破咗161，逼近咗2024年7月嘅高位。我自己再次重申，我係睇好日元嘅上升，睇淡日股後市嘅走勢。講多都係吹水嘅啫，但我係行動派。喺過去1個禮拜，我自己大幅咁調整自己嘅貨幣持倉，喺對美元價160個2毫2，增持咗原有1倍嘅日元總金額。而家日元貨幣佔我嘅 portfolio 大約18%。除咗日元，我亦都係9月期貨68,680，再加沽20張日經期貨，身體力行。即使結果係我自作自受都係我應得嘅。不過行動都要講邏輯，總唔能夠因為係睇到日經升得多就覺得下一刻會跌。之前嘅片我都提及過，我睇淡日股嘅主因係隨住日本息率回復正常化，日元匯價會逐步由弱勢轉升。目前國際市場平均息率喺2.75至3厘嘅水平，日本息率目前距離平均值低於大約1.5厘。如果以借貸利差嚟考慮，市場基金仍然會繼續係縱銀借日元擺風險資產，並且以沽空日債作對沖。只要平均息差能夠維持住1.5厘或者之上嘅水平，加上股市上升，帶動基金投資組合年回報高於6% 以上，呢一種嘅套息操作仍然會持續進行。不過要注意翻，我所指嘅6% 係基於利差套戥嘅打和。真實嘅情況，基金應該追求嘅投資收益目標係要跑贏通脹年增幅加埋指數嘅年增幅。利差套戥嘅更應該視作為係成本開支需要。點解我會由2025年嘅1月開始由日經4萬點開始沽2張期指？雖然中途36000係曾經平倉，再喺8月重上翻42000補翻去2張，其後10月份分別喺46000水平加2張，50000加20張。今年嘅2月56000加20張，3月跌穿53000又減持翻20張，期間持有嘅24張坐倉，每季平均轉倉偷位400至500點，轉咗3季最少都已經偷咗1200點。再到最近呢1個月喺66000至68000嘅水平短期試盤，成績和果個略有少量嘅虧損。再到過去1個禮拜喺68680再加20張嘅坐倉。不過正如啱啱所講自己嘅惡果我會喺自己嘅持倉部署上承受。美日韓台嘅大升市勢不可擋，點解我仍然會堅持做淡日經？歷史上一個股市要短時間內爆升1-2倍係罕見嘅情況。若然投資市場仍然存在住標準差同埋均值計算，日本嘅股市目前嘅水平處於由08年嘅低位開始上升以嚟超過3倍嘅標準差以上。唔係話日股唔值得有今日嘅對等價值，但從投資動態上，而家日經已經嚴重超買，未來嘅投資回報係咪真係能夠保持到6% 嘅年增長呢？而家主要支撐住日本股市居高不下嘅原因係追蹤指數基金同埋追蹤科技行業 ETF 承托。呢啲嘅資金並唔係主動型嘅投資資金，更易於理解只要資金冇從 ETF 嘅撤出，佢哋就會繼續持有。不過真正會影響未來市場走向嘅係嗰啲會使用套息借貸槓桿嘅主動型基金，包括私募基金同埋 hedge fund。佢哋重視追求風險回報，但唔代表住佢哋會盲目坐倉，唔考慮黑天鵝同埋灰犀牛事件嘅可能性。未來已經有3種可能性會令到呢一啲嘅主動型基金由買方變賣方。第一，必定係息差。若然日本央行實行利率正常化， BOJ 嘅加息步伐加快，收窄市場差價，原本嘅借日元融資風險由負變正，基金會因為需要 balance 借貸風險而減慢融資速度同埋額度。第二個係日元匯價逆轉，過往嘅日元融資係建立喺日元持續走弱，借得越早還得越少，但日元會持續弱到幾時呢？對市場嚟講都係一個謎。不過日元越弱，日本陷入高通脹風險機會越高，而且 BOJ 嘅副行長冰見野良三亦喺早前提出警告，表示企業交易過急，成本喺未來會轉嫁到消費者，通脹增速有可能會快於2%。其中日元嘅持續弱勢對 BOJ 要壓制日本嘅通脹存在極大嘅阻力。正如喺早前嘅1年市場不斷鼓吹美元風險，美元會因為舉債風險而貶值，結果而家嘅美匯非但冇再跌穿翻95，更加係向上挑戰緊100至101嘅頸線阻力。日元已經係被超級拋售同埋低估，特別係日元匯價波動大，一旦市場共識由跌勢轉升勢，拆倉活動同樣可以發生喺短時間裏邊急升。越後期做嘅沽日元融資交易，越需要急於追價平倉。以一種嘅平倉唔單止會影響到未來市場嘅資金流動性，更會直接影響股市買上嘅推盤動力。第三係股市嘅風險，股市唔會持續只係升唔跌，特別係升市越長越急，逆向風險同樣會急。當個股市回報率由正變負，主動型基金嘅沽盤就會成為市場嘅引擎，標準差嘅修正就會發生。呢一啲唔係跌20%啫，就進入技術熊市。而家日經指數處於7萬點之上，跌20%就已經係14000點。
但仍然喺標準差嘅接近2倍水平。要回復翻均值回歸嘅中軸水平呢，日股至少會跌超過40%，亦即係話要翻到去4萬至4萬2。若然出現呢一種嘅情況，等於過去1年追買日股嘅資金呢，近乎都要被套路。當然咧，唔係代表住未來唔可以解套，但係可能呢一刻你會問啊，日本嘅股市下跌對邊一個都冇利。事實上係咪真係咁樣呢？雖然投資交易唔係完全嘅零和遊戲，但買賣必定有一買一賣。今日追買日股到去瘋狂嘅人，到底係買緊邊個沽出嚟嘅貨呢？最大嘅概率係早期喺日本嘅本地長線基金，以及係日本企業自己所持有嘅股份。日本曾經經歷過經濟迷失30年，大部分支撐住日本經商嘅咧都係日本自己人，加上 BOJ 持續無限 QE 買債，造成日本企業股權架構極度集中。不過由於日元持續貶值，基本上雖然股權越佔越多啊，但係都難得貨幣貶值嘅影響造成嘅估值損失。而受惠住近年高科技產業爆發，日本股市成為熱錢追捧嘅對象，特別係日本大型綜合商社、國防重工概念公司、能源開採公司嘅股價上升，推動住日本股市短時間裏邊倍數上升。唔單止抵消咗過去35年嘅貨幣貶值損失，更漲到超越咗未來日本20年嘅企業收益。對於已經餓咗好耐嘅日本 old money， 即使日本理想民族主義再崇高，亦都會先部分套利換入去其他資產平衡風險。其中而家美國20同埋30年嘅債息介乎喺4.9厘，相比翻日本長期國債3.8厘高，加上美元嘅匯率可以平衡翻日元風險，促使更多日本企業同埋傳統基金主動減持，日股市場供應增加，日本股市持久上升力咧，自然就會隨時間減弱。而流入日股嘅熱錢目的咧，明顯唔係好似巴郡嘅長期投資，即係為咗跟隨炒風而推高嘅。一旦投資增長速度減慢，甚至乎轉向，熱錢就會一窩蜂反轉拋售，上升速度快，下跌速度可能更快。當然唔係每個人都擁有資本實力嘅，可以進行一種嘅市場逆向操作，而且係注碼同埋風險控制要求極高。不過比起係咪要做淡日股，更多人應該要考慮嘅咧係，若然日股潛在住呢種嘅風險，同樣受惠住科技潮而上升嘅韓股同埋台股咧，會唔會有同樣權重股過度集中推升指數，炒風有過熱嘅情況呢？牛市股神又會唔會一個又一個咁樣消失呢？我 Lockin 加油！